大家好啊，又係我哋香港人喺福岡小編莎莉。首先喺度同大家講聲新年快樂，祝大家出入平安，身體健康。今晚係大除夕，相信唔少喺福岡過年嘅朋友都應該準備去神社參拜。不過出門之前，想同大家更新一下福岡最新天氣情況。氣象台今日下晝4點公布，強烈冷空氣正逐步影響九州北部。大家要留意嘅關鍵時間係1月2號至3號上晝。今次降雪範圍唔止山區，連博多、天神等市中心平地都有機會出現大約3厘米積雪。可能有人會覺得咁少，積雪唔算多，但以福岡嘅道路同交通條件嚟講，少量積雪已經足以造成影響。例如路面結冰會大幅降低輪胎與地面嘅摩擦力，導致車輛揸地力變差，極易打滑。巴士服務延誤或者脫班，部分路段行車速度大幅下降，市內交通出現擠塞。如果你計劃1月2號至3號期間出門，建議優先選擇地鐵、電車等鐵路交通，班次相對穩定，受路面結冰影響較少。至於自駕人士，若果車輛未配備雪胎或者雪鏈，而你亦未有雪地行車經驗，建議盡早聯絡租車公司，確認能唔能夠租用或者加裝相關裝備。同時出發前請留意路面狀況同埋最新天氣預報，行程可彈性調整，以安全為先。如果再有突發天氣同埋交通資訊，會再同大家分享。想了解更多日本生活、創業移居或者任何同福岡相關嘅資訊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香港人在福岡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